俾我哋現場嘅觀眾朋友認識嘅。哦，係啊，佢之前有得快我哋。係啊，而家唔知有冇。好啦，咁啊，如果大家，我試下大家啲掌聲先，好似都有啲靜喎，我俾啲掌聲聽下先啊，係啦，特別啲 fans 啲牌依家唔該舉高少少，係啦，非常好，啲昆蟲嗰啲 fans 喺呢度原來 ，OK， 好，嗱，今日呢一場嘅明星對抗賽咧，將會由穿起白色衫嘅火箭夢想隊對住穿起藍色球衣嘅熱血戰士隊，我哋呢個時候先介紹作客球隊熱血戰士隊。請你哋起立啦！咁啊，跟住咧，如果嗌到你名啦，可以輪到咧，我哋有工作人員帶領你哋嘅列隊啊。首先，我哋歡迎我哋由細 number 一路開始嘅，我哋有2號 Christy， 係嚟自 Adidas Hong Kong， 我哋 manager Style and Channels Activation 嘅，歡迎你。跟住電視隊嘅總教練係我哋中國香港籃球總會常務副主席梁敬榮先生，仲有助教周 Sir，thank you。跟住我哋俾多啲掌聲歡迎我哋主隊穿起白色球衣火箭夢想隊。先至我哋歡迎我哋嘅網紅5號李善瑩。跟住我哋嘅籃團隊長6號陳浩南。中國香港籃球總會會長8號陳少皇先生。副會長9號陳景恒先生，跟住有2位我哋嘅 artist 朋友，有10號鄭顯峰、11號江志偉，跟住有我哋中國香港籃球總會副會長12號趙家豪先生，都冇人嗌嘅13號我哋甲一球員黃君耀。17號成日都打波見到佢啦，高君賢。我哋香港隊嘅首席中鋒21號威龍儀。24號我哋啱嘅朋友李以晨。以及我哋中國香港籃球總會副會長25號吳家明。當然歡迎埋火箭夢想隊嘅領隊有我哋中國香港籃球總會總幹事朱春生先生。好啦，賽前啦，我哋當然雙方咧都握手啦，跟住咧想請雙方嘅球員咧留翻喺中間嘅中端位置咧，我哋會影一張大合照嘅 ，OK。So please remain on the center court here. We have the official photograph. 我哋影一張大合照先啊 ，OK， 我哋面向呢一邊嘅，係啦，當然唔好成日睇得上嚟啦，係，去上。佢頭先係咁望住。好，請埋2隊嘅領隊教練一齊出埋嚟，好唔好啊 ？OK， 影一張相先。我哋俾啲掌聲佢好嘛 ？OK， 我哋望我哋前面嘅大會唔知今日我哋都好多 meeting 嘅朋友喺度啊。我哋呢一張嘅 group photo。蒙生，不如一齊我哋一齊好嘛？林 Sir， 一齊不如攞埋你一齊影張大合照好嘛？天哥，不如請埋天哥一齊出嚟好嘛？影一張大合照，請過嚟。每一年嘅賽事啦，當然唔少得洪德陽博士喺度，因為咧而家我哋 Panasonic 冠名贊助嘅好緊要嘅一位重心人物，都歡迎林 Sir、天哥一齊咧影張相嚇。好啦 ，OK， 好，我哋望一望我哋前面嘅記者朋友嘅相機啊，好，我哋再望望前先。有啲粉絲嗰邊嘅手機都可以係啦。OK， 我哋都係站喺中間，望一望我哋中間嘅位置嚇。Alright, please look at the center position。我哋望一望前面中間嘅位置。
好，係咪見到晒咧？OK 啦。OK，thank you，唔該晒，多謝晒。好，咁啊，將時間咧交俾我哋嘅裁判啦，咁啊，馬上開始咧呢一場嘅比賽啊。咁啊，睇睇兩隊咧將會派出佢嘅正選球員係邊幾個先？廣州移民內膽，雙重黃圈清潔容易 ，IH 時應造熱，傳出粒粒飽滿香甜飯。超高平健康新主義，體體分力令造成 IH 電飯煲。小球啦，亦都有兩支嘅明星隊嚟到我哋現場呢度咧，就會進行一場友誼賽㗎。每一年嘅友誼賽咧都好特別嘅，個劇本好得意嘅，都係通常去到最尾大概3分鐘左右咧先會分到勝負啊，咁啊應該頭3節都應該會係打得好緊湊。咁啊今日亦都繼續有好多我哋唔同嘅 artist 朋友啦，有我哋香港隊嘅成員咧，因為以往咧佢哋都有打過呢一個嘅學界籃球邀請賽。當然仲有我哋嘅特邀嘅嘉賓啦。每邊都可以出一位女將先喎。OK， 好啦，馬上就要開始呢場嘅比賽啦嚇。哇，登停嗰個嚟晒。咩啊？佢正選唔係之後呢度，我真係唔識打。識跑就佢話5次，當排球咁打。好啦，我就私底下講咗問佢哋啊，你哋為咗呢場比賽之前咧，究竟係咪已經都真係特登去做啲訓練咧？咁男士們就應該不嬲都打開波㗎啦。好啦，比賽開始啊！嗱，我哋嘅比賽咧就要打4節，每節10分鐘嘅。先嚟咧見到白衫嘅火箭夢想隊咧攞第一個球權啦，果然咧就點分人男仔唔公添喎，交俾隊友即刻嚟衝佢嚟逼一架，爭少少。快個機會上籃 ，Chrissy， 即刻就第一球波啦！咁啊，二段戰士隊啊，2-0。哇！見到藍衫嘅二段戰士隊開波個防守好積極喎，特別見到胡軍好積極嘅防守啊！好啦，黃禮傑幫人突破，一個中距離，籃板加冕揼到，又交俾 Chrissy， 準備有個快攻機會，好嘢，投4分，少少，加油加油！我哋俾掌聲鼓勵好啊！哇，真係唔驚㗎，對住啲男士們。好啦，呢邊見到前一攞到波咧，即刻嚟一個投籃啊！好 ，Chris 攞到波，帶上前場先，望望隊友，哇，有個 crossover 添啊！交落籃底，勾手，爭少少。登場不如落籃底啦，會好啲啊！係啦，好過你交啦，係咪？你唔好啦，冇嘴。好啦，到中間咧，升個高位，我哋想交俾 Chris 啊，再轉邊，啱唔啱？呢邊有個3分波嘅出手，爭少少。高君怡、黃律耀、鄭健鋒喺晒度啦 ，OK， 好啦，嚟啦，下半場嚟啦噃，再俾啲掌聲鼓勵下兩隊得唔得啊？係啦，大力啲嘅掌聲支持下佢哋。哇！攞翻先個波，再殺上去面對住登強 ，OK， 哇！犀利啊！咁啊，而家佢已經攞咗7分啦，個人。我哋見到藍衫嘅二段戰士隊咧，喺一個聯防，哇！登場好少炒呢個，幫唔緊要呢邊，雨神好，突破不夠，再分，加起3分 ，OK， 3 point， 好人手嘅今日加熱到。35比27啦，哇！一開始出到嚟咧，已經係一個5比0嘅攻勢啦。哦，
頭先嗰個波咧係踩到個三分線咧，係2分波嚟嘅。俾翻 Chrissy 一個3分。好啦，快攻機會正攻，2打1上埋 ，OK， 呢個波輕鬆啊！可以俾到啲加油嘅氣氛喎，黃軍嗰邊嘅 fans 嚇，係啊，冇錯啊！好啦，今年係都。呢邊做咗個單檔啦已經。哇！佢攞10分㗎喎，暫時係全場得分最高嘅球員啊！等陣攞到波都唔射住，交翻俾隊友。呢個波追密咗咧，鄭建峰嘅犯規啊！好啦，咁啊，胡謝大介先生咧，將會有2支嘅罰球啊！哇！真係，最近好多年波咩？唔係啩？3分線後2步嘅起手啊 ！OK， 今次到分頂難嘅話2分先啊，追到3分線，咦，坤哥又出嘞喎！唔好意思。fans 你哋嗌先得㗎！哇！所以你哋嗰啲力量啊，俾唔到佢啊！好啦，等陣。入針。真係要發揮嚟㗎啊！真係，哇！我呢個入樽咧已經振奮咗球隊嘅射出1分嘅差距，哇！我哋呢邊有冇嘢射？有個快攻機會嘅，睇下高軍連去唔去啦？呢個波自己殺入去，專有手上嘅反超前啊！白衫嘅火箭夢想俾嘅反超前39-38啊！好，藍色整球暫停 ，time out。二戰士隊咧就 call 咗個暫停啊。零號人 IX 練習高，採用316頂級不鏽鋼，唔易刮花，食用安全又放心，配合特有底部風冷專利及港沙聯盟內膽，雙重防黏，清潔容易。IX 持應導熱，煮出粒粒飽滿香甜米飯。Zero Coating
勝負就呢啲啦，通常明星賽咧去到最後一節咧就最關鍵嘅時候啊！暫時領先緊係藍色衫49-43啊！喺個防守方面，我都加強翻先，得人落翻嚟啦！呢個波失咗喺唔緊要攞分，好啦，3分嘅試射，籃板打翻嘅，以晨再俾翻隊友，交個籃底 ，OK。有個後轉身，啊，爭少少。好啦，咁啊，白衫呢邊咧要開始追分㗎啦，因為係最後一次嘅比賽啦。好啦，跟住咧見佢移上嚟中間，轉邊嗰度呢邊有個機會，兩個波，又近翻2分喎。唔好傳太多啦喎嚇！好啦，奧林呢邊一樣，一個 side step 3分，啊！轉到過嚟呢邊，知文識唔識？都係你翻你喎。好，就正話咧，球員係要戰士隊嘅，藍衫嘅底線波啊！好，真係交落去，大咗少少，籃板繼續攞分。嘉顯轉左手，啊！冇攔翻籃板先，交唔交俾登勤？唔交到自己嚟，而家先假嘅，再上，啊！唔緊要，登勤幫你睇好咗嚇，49平手啦。梁家傑4分波。好，白衫換人啊，換翻阿黃律調落嚟啊！好啦，52-49啊，分數一路都係 keep 住咧3至4分到嘅上落嘅。假動作，再殺呢個波，啊！加同埋你幫手做啊，靚咁做，跟住再攞翻。好啦，一個犯規啊！呢邊換人嘅，白色係暫停啊！可以夢想隊係暫停，暫時係1分嘅差距，藍色領先52-51。我哋陣間仲有2分鐘會進入評標制度嘅，比賽繼續。其實今日咧喺賽場上面咧，我哋頭先都講啦，我哋有啲香港隊嘅名組嘅球員啦，佢哋全部咧都係參過我哋咧新學嘅球員比賽。等緊，嚟啦 ！2分加1次問題。
或者住呢球嘅溫波而家先已經感召至翻1分嘅，睇埋賓近呢球嘅罰球啊！即係而家陣間你哋。好緊張啊！呢段時間。轉邊過嚟呢邊，加仲有3分起手。好，繼續下手兩支罰球啊，好難有兩個罰球。好啦，都仲係要維持起翻而家1分嘅上落啊。OK， 2 point。你幫我拉out，扣附加人。好啦，時間剩翻2分50零秒啫，仲係藍衫熱血戰士隊領先緊啊！你做好個防守啦，升上嚟中間，3分起手，嗱快啲越立到嘅，好啦，可似夢想都有反擊，嘉豪唔可以住，俾翻以神，好難，再有轉身。好，最後2分鐘啊，2分鐘我哋要停標。好啦，講緊2分嘅差。最後一擊啊！而家要睇睇藍色衫熱血戰士隊嘅戰術會點樣處理啊？你入到係3分波啊，大佬！做到3分波啦，我哋今日如果佢入到就係咯，係啦，大得4秒啫。即係兩名大會先。我哋講賽程喺樓下啦，你明唔明？做咩事可以攬埋成日都係咁，啲能力都係咁。我唔想明知原來都係橋咯，而家有幾多個暫停大好啦，全場觀眾俾啲掌聲聽下先。4.4秒，會唔會有機會喺個3分波追平咧？4.4秒。冇入啊！有人啊！歡迎出嚟㗎嘛！香港籃球邀請賽嘅
表演賽。多謝晒兩隊嘅演技，我哋隨便掌聲兩隊話，多謝晒我哋所有嘅朋友今日抽空出席我哋嘅 Panasonic 學界籃球邀請賽。咁稍後咧，我哋就會進行一個頒獎禮㗎啦嚇。好啦，咁啊，俾大家抹下汗啦，我哋就隨即進行我哋嘅頒獎禮啦。咁啊，睇睇我哋現場觀眾喺頒獎禮完結之後咧，我哋會有個遊戲嘅環節嘅。咁我哋會邀請我哋現場觀眾朋友咧一齊咧出嚟玩遊戲嘅。哇！如果有興趣嘅朋友，我哋有個豆籃遊戲啊！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咧，陣間喺我面前舉舉手嚇，咁我就睇你遊戲。你講咩聽唔到？唔係，我話嗰度而家都冇位啊！係啊係啊，得唔到啊！總之我哋6點前喺嗰度睇。係啊，阿叻姐佢哋啊。唔係啊，佢保護佢自己過去㗎，佢保護自己過去。玩遊戲啊！玩遊戲啊！玩咩遊戲啊？冇聽到啊！投籃遊戲。哦，籃球。籃球。咁佢快拳嚟啦！快拳。你嚟。講多次。咁係就我照料呢件事嚟。我嗰邊冇所謂，即係6點前喺個人度就得㗎。有人陪佢㗎，有人陪住佢得㗎。佢要聽歌啫嘛，企出邊聽得咯。最緊要佢去到。好啦，咁我哋馬上咧就會開始我哋嘅頒獎典禮啦。咁啊陣間我哋又會進行咗個遊戲環節，遊戲環節之後咧先會恢復翻咧我哋今日 Panasonic 學界籃球邀請賽嘅。咁啊頭先有一場好激烈嘅賽事啦，咁啊最終同之前每一屆嘅劇本都一樣，都係要去打到最尾咧先能夠分出勝負啊！好，不過喺頒發呢一個嘅獎項之前咧，我哋有一個致送紀念球衣嘅儀式嘅，係答謝咧我哋一啲嘅贊助商啦，喺今屆嘅賽事咧繼續係支持我哋嘅學界籃球比賽啊！首先我想請我哋嘅陳少黃先生嘅先，歡迎陳生。咁我哋有兩個單位咧，想致送一啲嘅紀念球衣俾佢，答謝佢哋嘅幫忙嘅。首先我哋要多謝 DOS 迪奧斯國際有限公司，一路都係為我哋支持住我哋學界籃球邀請賽，有請劉健興先生 Derek，thank you， 多謝你。OK， 多謝晒 Derek。陳生，我哋仲有一個單位我哋都要感謝佢哋嘅就有 Adidas Hong Kong Limited，Sir。Chris 你出嚟啊 ，Chris 出嚟啊，嚟一齊。我哋多謝 Adidas， 亦都係咁多屆咧都係支持我哋 Panasonic 學界籃球邀請賽嘅，多謝 Adidas 嘅贊助。Thank you， 多謝 Christy， 多謝 Sam， 多謝陳生 ，Thank you。好啦，跟住落嚟咧，我哋就要頒發咧我哋剛才表演賽嘅獎項啦。首先頒咧就係亞軍啦，我請出我哋頒獎嘉賓，請迪奧斯國際有限公司劉健興先生 Derek 再一次出到嚟我哋台前呢度咧，幫我哋頒獎今日表演賽嘅 ，Thank you Derek。咁啊，可惜啊，爭少少啫，頭先都係爭少少，一直都係由頭帶到尾嘅。亞軍熱血戰士隊，有請全隊嘅球員一齊出嚟啦！好，跟住咧攞完獎品咧就去攞獎牌啦。Thank you。咁啊，亞軍咧除咗有獎杯、獎牌之外咧，亦都獲得我哋 Panasonic 送出，哇！呢個好喎，鏡燈啊，有一個鏡燈 ，OK， 男士們都可以用啦，都得嘅。之後，哇！臨尾趕上反勝嘅火箭夢想隊有請。咁啊，火箭夢想隊咧，除咗有獎杯同埋獎牌之外，都獲得 Panasonic 送出有康密負離子風筒一部嘅。
會由邊一位接受咧？邊位代表接受？啊，會長陳小黃先生代表接受。OK， 好，好啦，我哋影張相啦，我哋可以拍埋一齊啊，拍埋一齊。大家一齊，大家一齊。OK。OK， 不如請埋二戰士隊嘅球員一齊出嚟，我哋影張大合照好嘛 ？OK， 我諗有機會我哋要分兩排啦，我哋分兩行啦，可以坐喺Panasonic logo 嗰度都得嘅喎，可以喎。OK， 好，我哋影一張大合照。係啦，終於走晒，佢哋報警。蒙生、林 Sir 可唔可以都一齊落嚟啊？一齊影埋呢張相。添哥，我哋一齊都影一張大合照好嘛？洪博士同埋林 Sir， 我哋喺個中間個位置度嚇。好啦，好，我哋呢張靚相，我哋一齊俾個 like 好啊 ，OK。當然要展示我哋 Panasonic 嘅產品啦，係咪 ？OK， 好，望望我哋前面嘅鏡頭，我哋好多今日嘅 media 朋友喺度，多謝你哋，多謝今日兩隊精彩嘅演出。不如我哋耶出嚟好啲喎，好嘛？我3、2、1嚟啦喎，預備3、2、1，耶！幾多萬朋友影到晒啦 ？OK， 好，多謝晒 ，thank you， 多謝晒我哋所有朋友今日參與我哋嘅表演賽，希望我哋嘅觀眾都睇得好投入啊！多謝晒大家 ，thank you，thank you。